阿别听你昨天木西呀，一把把白，一头容易阿如做的路点天，力气过手部的部门那过阿都别拉着，阿都别拉吧，我们在木西呀就这么，阿里你去别拉啊，阿个别进啊没，阿都个么呀，手部个么的嘛别护理的去别的天，木西呀今年个天我31岁多了，木小，阿么侬拉点嘛一等侬土，点嘛一等呀。是啥嘛？俺们不都，侬今天旅个别去别的，木西呀，个资料，为啥现在把这里的，为啥的路嘛不保险你一平面的比的，不然为啥的木西的不好瞧？侬在我子女选，一几米个下酒店嘛，我把31岁了，初步的好多了那么表，一我拿房嘛噻，一我苦点嘛噻，在我把这了，我嘛不都侬家一我的好多了，所以别去别的，因为的木西一嘛不，一啥有，一几嘛不。为了为啥了？但一小我听么讲，跟侬我的知识呢，一几米过几个台，不过电视部的我的阿妈的侬的支付啦比别的，我阿里比别个哇比对那年些，为了木西的为啥一米啊米嘛个，做运营队嘞，都知道啥子，这里这个做运营队嘞啊，这个木西的为啥一米嘛个，我们讲我挣我们做的生啊喽，比对别，这年有啊。哎，因为经过把我们爱乡啊些爱乡这边做，一四年生啊，不听讲，侬我的语言台、普台，我讲古的书嘛，侬的一个生啊，我们一生啊做，哎不听讲鼻子两嘛无啥，我们意思，侬拿点台无啥的苦点台，无啥人努表拿当的做生啊，不是的，无啥一米啊几嘛瓜，无啥的，无些的一米个干嘛样，我就我们做点书不的干嘛这个的，为了刚才是个把我们听讲，无小还没接比别的。我今嘛不，啊这说的我的嘛拿了吧，我这什么了？从那边我的嘛拿了，我们是不是你一点啥也的？对着么都没俺们一点嘛个我，哎不听见，因为手里都花的，我烧烤饼我家拉个我们的，我白去白去个嘛俺黑呢，手里都有我爹们我里哇，我是这里白的，我手里的手里都你是个，怎么样里头你这个怎么？做这个怎么？这样过年什么嘛？老板我们这样过这个俺们手里头啥什么的什么？一模跟我不是你，我现在这里边，衣服的话嘛，把我们这样，我现在男女衣服花里我现在弄来拍过带到嘛，20万咯，没这里边，因为所在的婚礼上嘛，的根本就就蛮咯，因为为啥的院长嘛瓜，弄安的什么事啊？嘛鼻子嘛安面做，那么可能我为啥弄的直鼻子啦找嘛俺黑侬在屋啥的原理晓得，我在屋啥的原理晓得，一那年嘛就晓得，我们家生啊不等呀，侬来拍过20桌啊，妈妈，侬在20桌啊，妈妈在屋啥的花点嘛俺咯，因为昨年我在录个那天，我家个都许多讲我在负责许多做那天，我家屋啥的第一个我不是你，就是车光，不然俺们屋啥米比去妈妈就嘛呀，侬鼻子里个那你一度嘛俺是，侬在阿姆抓嘛生啊，侬四大嘛生啊，侬来拍过屋啥的来就大嘛生啊。我的什么的原是你业务对那边那些，罗马做嘛不多，为啥没一门呐？嘛啊，后来还你关系罗马做，得来几点我，因为为啥的院长嘛关，院长你想嘛你嘛就嘛，抓到我们这样业务对那么那些，我现在为啥的那年的，一来拍过账务的特抓，为啥呢？账务我嘛的原是你，对账务都没，势力都没，一路比你推给的账嘛，每次过了账嘛，一节十不的账嘛，俺面的账务都没，为啥的一个？账务我嘛在原始呢，因为若在屋啥嘞，若一嘛我嘛的，侬在屋啥嘞，各大嘛来说光明，侬家屋啥比我阿里的什么来卷，那家屋啥的阿里的什么这的话，你跟你写不嘛屋啥的，阿巴拉哈的一啥说第个那么比屋啥的第二的，一啥的个说呀嘛啊，一啥的阿妈的个大阿巴拉哈比屋啥个大呢，一个大嘛的意思的话第二是，因为屋啥的若在第二嘛在白起来的。一嘛个大嘛的嘛的呀，说那个嘛做嘛的俺们嘛的，我在四方面比个我原则你是说，比如人家屋上那你点嘛的选择，侬来拍那个20代的，因为侬四大嘛选择，侬在屋上的个大嘛选择，我的什么做的那是你屋上乖乖，第一个那不用俺了。这里市里头你是某个跟俺们某些人我嘛打不了，因为我被屋上的个，你嘛很多了嘛，哪个爱人嘛就我做了，我生我陪你，某些的我去了屋上。刚才我把我们这些某些人我讲我不是你，不是的那个是你，
我啥别个在哪路非出黑你个，一几米过几个的，就讲木头米、四里多米啊，面些，我一黑你，一四里拉错的一几米过比好多了，说地里去了。刚才多几多啥子啥条个比那的，木些的乌啥的不好去了嘛，你别不等下木小，我知道支付个是你弄完米的时光，是在得了，不知我知道我们知道人家支付个是你弄完比打仗我，不然俺们我呢弄完比没交。一四里拉错呢，你嘛付出俺们不多，我呢又比接的，这个的推过又在每怎么的古卷，我呢弄完比没交，二处水床光啊，这边别样没光，弄完的我去挣我知道你弄完的胡讲我呢没交比别的，没写里边，啥条嘛的没说好嘛，啥条的呢没写里边，我比这里女人来比我啥别了的，我嘛也你别说的支付个，我也没巴拉，我没鼻子，我呢不好去嘛过，这里边。不然俺们啥子啥条个比那的，没写的为啥呢？我呢没交比别的，为啥？侬没交吧？我们听我侬在他几次嘞？侬没交吧？我们听我侬呢？侬别出事比体力个了，我侬呢？侬别事比体力，个你没事。侬呀我侬在技术，我侬在关系说，为啥侬我侬比没交吧？我们听去下的下面我侬在没得事过他下几次嘞？别说你为啥的没到没在体力的？刚才吧我们听侬屏幕个嘞比，为啥的体力些？哎，为啥呢？木跟我。去年嘛，木个，搞古木个，不是你木现在搞古木个，不3年了嘛，不多。我来木西是还你那个是对你个的，因为一次合作的，说路点嘛过，一代无啥的木个了，无啥的做的，我记嘛说，我嘛记，我塞巴，这是没估计结果把我们听见，你们外面各家的我20不多，一例次合作嘛还你那过，一几米过点的，一拿出来一九个的，一的什么拿出来一九着做，一着做我。不然俺们一点什么来做呢？一点短我，一点价值跟我比，还里不一直跟俺们，一点没价值俺们去里边，还不如多自己推广。某些人一来做不一点价值我比你，一直跟俺们一点没价值子，一个嘛来做10个嘛女的嘛，说的没别嘛个点不？我的一年得多了，一年你嘛更加了，例子个说如果是你嘛俺们更加入了，说比打电话面上的嘛不都不换的全部不给了，拉得了别去里边，给给你讲我。我的俺们为啥哩一点愿望比这里不拉的？一年为啥的呢？晚年嘛意思，为啥呢？晚年嘛意思，为啥呢？技术俺们意思，我的俺们一下哩嘛不么呀？嘛俺不等呀，一下哩嘛不是，一年阿个付给了，晚年是嘛把了很吃苦多，莫名莫了，不话没去嘛，跟我别可得做木怕别可得，阿妈哩嘛拿了别去丢在店，你嘛家店嘛一直光，为啥别可以在去了是你，侬带我愿望别去里边，你们说呢？俺们没说点说吧说嘛有点嘛还你那块，为啥哩做在雨里下，没写那边俺们做在雨里下嘛俺了，你们做了别管是大嘛估计什么的，为啥没有第一个吧我们这样，为啥雨那么落去了？这样也没管为啥哩没写的个雨呗，也没个比了的，没写呢为啥的还个没到？为啥学着才是这边别样嘛没，可能没家母大嘛没。我弄计划办么快俺们，为啥我弄比嘛？第二我们等下一块买嘛做，一次嘛做不是你为啥的没事是？为啥的哩？花是一年，为啥的哩？为啥比地里点往下倒？这边别嘛没关，企业俺们估计么做？为啥比地里点么呢？我只饭嘛的，意思嘛不多。为啥弄我那边点个嘞？我那边弄嘛几百我们等下，我弄几年嘛是比地里为啥来点？刚才呢我希望可个的，为啥那个是你？一我比得累，可能没关系，我在活动的噻。你们说的俺们为啥哩雨里些？为啥雨那么落皮拉的？你们说比如说哈个嘛大嘛，说另外嘛，说比如嘛大要讲嘛他们讲，为啥俺那个是？嘛怕嘛俺们弄比如要接条嘛嘛爸妈咪要接条嘛嘛，或者是人家个要讲嘛弄比如要讲嘛大，弄那个嘛做嘛大嘛个嘛讲，为啥俺是？大为我的。嘿，你嘛比那个的话，收入我的嘿你话，收入我的的呢，一年50两嘛那么不多，50还一年过比嘛掉，一年过比多了的，嘛3年嘛一点多了的，大卫他们呢一点这不70你个嘛的个，大卫恰个嘛嘿你那光俺们一年比多是你我看嘛他们呢是俺不的呢，侬喊是什么喊的哎，50喊呢我这边嘛是带进那么表，不是你大卫我发现，我今年天嘛别的那么一我们可。我学着或者嘛学那么有我们可一家里的为啥哈呢？我这边他是带几个嘞？侬你么多我这边他是带几个是你为啥哈带说到嘛？
我可高比苦多拉些。你们做吧，我们家里我夸，路他带一进来，黑他带一进来，这小女他带一进来，这里夸些。我们俺们大卫吧，我们怎样？无少努哈是吧？无啥哈是什么哈？我那光努的疙瘩干嘛？他是带一进，不是你光夸好吗？哎，我们家做哈我可可，哈瓜吃无数我可可俺些。我不如你们。我啥别个别塞给你小毛没得呀，弄来拍花是的，我来拍花是的，大嘛个嘛是怕比如第个吧没得呀，是怕越那么路皮了，是怕的说在越是呢无了木了这个的，是了过了这个的，无三米瓜说在吃多个了的，你们说那瓜嘛大要叫嘛说另外嘛个嘛呀，无三个那边要讲，某些人人家路是呢，但是都没得这边塞给你小毛就花钱哦，啊就是在无三个月子。